哦哦哦，哦，大哥平安，星星姐平安，你的网络电管祝平安。讲有委托人啊，但是还未看到。同时我加油，可能是说在那个关怀网的那个连接啊，前嘿，半段的连接好像没有连接到，所以大家可能有点不进来。牧师是不是？真的吗？哦，好，我马上再弄一下。等一下，好好。好，谢谢谢谢，让我知道。等一下哦，我有用直播嘿，嗯，我传一摆。微贝是微贝是可以的。诶，有迄个吗？嘿啊，我想我有试嘛，嗯，嗯，好，大家平安，时间已经超过吼，啊，因为我毋知影，即马是啥物人要来带，无紧，咱先来开始。咱先来祈祷。咱台湾的天父，感谢你，伫过去疫情的侵蚀的中间，你保守阮，也有阮会通伫疫情渐渐受到控制的时阵，佫开始渐渐来恢复逐种聚会的实体的聚会。恳求主你，互阮有够额的热诚、热心来组织、来敬拜你。阮知影即个疫情造成全球性的影响，阮真正恳求主你的稳定怜悯到阮三个地地，也阮无零星倒退，阮也透过家庭的圣餐将这上帝的救恩来甲遮的长辈三个分享，也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无论阮伫倒落，拢有主你的稳定。阮组织伫即个所在，要搁一届来查考你圣经的话语，求主你来帮助阮，恳求主你的圣神开启阮，互阮明白你所要启示阮的，阮正来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咱做来唱圣诗吼，祈祷的时一时就好。
我放伫即个PowerPoint 内底啦吼。咱今仔日要来看，是的，希伯来书第6章吼，第13节开始看吼。咱做伙来看经文，我来读吼，这是中文的现代中文译本啦吼。上帝亚伯拉罕来讲伊的应允，伊捌来咒詛，因为无有比伊家己较大个，伊就指伊家己的名来咒詛。第14节，伊讲：我一定要祝福互你，互你的子孙济济。15节，亚伯拉罕内心顶台吼，得到上帝的应允。伊当人咒詛的时阵，伊指家己比家己较大的咒詛。这个咒詛是做担保，结束人甲人中间一切的争执。对遐个要领受应允的人，上帝明明白白的指示，伊永远袂会改变家己的计划。对安尼，伫应允顶悬来加上誓约。18节，这两项事是袂会改变的，因为上帝袂讲白贼。因为安尼，所以咱伫这个所在找求伊会庇护人亲受激励。要掠着迄个藏伫咱头前的愿望。
19节。咱即个有五梦，亲像性命的打定吼，佮安全佮即个苛刻，通过天顶圣地的门，直到内面的圣所。20节，为着咱耶稣做头前，伫迄个所在已经照麦基洗德做永远的大祭司。好，这是今仔日的经文啦，吼。上重要，今仔日的中心点咧讲到咒诅这项代志啦，吼。耶稣基督捌讲到咒诅，吼。咧讲到咒诅的时阵，咱通常会去讲到讲，咒詛无效啦，吼。我毋知影咱捌去山顶佚佗，吼。若沿路落来时，若看到人咧卖迄个蜂蜜有无？边仔拢有一块牌写啥物诶？若无顺吼，着斩头啦吼。你若甲讲吼，外头甲讲你这蜂蜜无够顺吼，你毋是讲要斩头，伊当掠一只蜂起来斩蜂诶头，互你看啦吼。有真济迄种诶咒诅，其实用咱较俗语话来讲，叫做有空无顺啦吼。这是安怎耶稣会鼓励咧讲到咒诅？伊咧讲到讲，恁无法度互头毛变乌，也是变白。意思就是讲，咱无有迄个才调啦吼。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希伯来书安尼甲咱讲，我倒转来经文的头前吼，上帝咒诅13节伊讲真清楚，因为无有比伊家己搁较大诶，所以咱伫希伯来书所要甲咱讲，上帝是迄个对古早、现在以及将来的上帝，伊是创造的上帝，伊是万物顶悬的上帝，所以伊的咒诅是安怎？是有效的。伊咒诅有效，是因为伊是信实的。伫圣经的诗篇嘛，定讲吼，上帝是信实的吼。上帝所讲的，伊会来实现。所以伫经文今仔日咧甲咱讲，上帝伊袂讲袂出吼，伊所讲的一定会来做担保啦吼。我会记足细汉的时，阮爸爸就定定咧甲阮讲一寡人生的大道理啦吼。伊讲吼，啥物代志拢通做，但是一种人毋通做啦，叫做人呆。人呆即两字合做伙叫做啥？做保人啦吼，去人做担保。我即个人我一定吼无问题，我甲担保。伊讲迄叫人呆呆啦吼。咱嘛知影讲过去伫台湾伫迄个标花足流行迄个时代，有真侪人拢去互倒花通常的倒花拢是啥物人？拢是至亲无着朋友啦吼。所以咱会当讲即个其实伫即个咒诅顶即个代志顶悬呢，爱真细致啦吼，爱真细致。即个希伯来书今仔日的经文第6章即段，所咧甲咱讲的，就是咧讲到上帝伊的应允吼，伊的应允。其实咱伫圣经内底有几啊摆拢会去读到讲上帝咒诅，还是讲上帝的名咒诅吼。即个部分，咱就真清楚，就是讲咱爱真有信心对上帝互咱的应允，因为上帝伊的气力有够，伊是创造的上帝伊是赏赐的上帝，伊是保守的上帝，所以伫即个所在将伊的应允赏赐互咱。即个应允是啥物货？毋是简单。咱咧讲亚伯拉罕吼100岁生囝我拍手足厉害。其实上重要的应允，就是对创世开始一直咧讲的迄项代志，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迄个牺牲、迄个救赎，这也是伫希伯来书一直咧强调的。耶稣基督做迄个大祭司的即份，伊照迄个麦基洗德做大祭司，毋但伊做大祭司，伊佫讲即个做大祭司是。毋是亲像伫阿伦的名下，因的后代做祭司，每一年献祭，献了佫犯罪，佫倒转来献祭。
耶稣基督的献祭，祭司的献祭是一摆就成就啦，吼，一摆就成就。啊，咱来看讲圣经的历史，用人的年纪甲算，安尼6000几年的即个中间，上帝透过40本无共款的注解所写的圣经，得指一共一个救赎，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成做迄个大祭司。伫今仔经文也甲咱讲透过伊的死，所以迄个圣殿内底殿位就离开，咱会通直接进入伫迄个圣所内底。迄个意思就是讲，亲像耶稣基督教是咱的祈祷文，咱会当直接称呼上帝讲阿爸爸啊，迄种的亲密的关系。因为安尼，咱保罗伊所讲，人要甲上帝安那搁好吼，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救恩，上帝所救抓要赏赐应允互咱的这个救恩，透过耶稣基督来互咱吼啊，袂去食言而肥啦吼，袂去无成就吼。那上帝透过安尼，要互世间人每一个人拢得救。因为圣经讲真清楚，上帝无爱有人沉沦，爱愿意安那有人得救。耶稣嘛讲真清楚，讲既然上帝所赏赐互伊一个人安那，连甲一个也袂加老，这就是上帝应允啦吼，这是上帝应允。所以咱咧讲吼，讲哎哟，即马吼，这个中国都要拍过来吼，苏俄搁咧战争吼，以色列嘛咧战争吼，世界末日啦吼，即马搁即个疫情安尼拖咧吼，已经3冬搁毋知要当时吼，这末日啦，我讲末日吼，逐时代拢有人咧讲啦吼，当时末日要到，迄无重要，较重要是讲咱伫即个救恩的中间，咱领受着，咱有够个信心啊无？咱有够个信心，毋是讲我相信上帝救我安尼尔，毋是，咱搁爱有对伫生命中间有搁较深、搁较火热的表现，搁愿意将即个福音甲人分享。咱咧讲无愿意一个人沉沦，愿人得救，迄个责任是伫咱的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吼。亲像主祷文所讲，愿人拢尊你的名。我定定咧讲这个，当咱咧用主祷文祈祷的时阵，就是咧决志。我愿意成做人得救的迄个传道者。安尼时阵，咱才有望啦吼。咱讲过来教会要建堂吼，伫上帝的即个带领下面，咱要建堂。建堂的目的，毋是要有一个水的主体，是要爱有搁较侪人会当入来。吼，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思想哦。要搁较侪人入来，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真正拢爱成做上帝的真好的同工，伫上帝的应允的内底，上帝的救抓，上帝应允将咱嘛放伫伊的内面安尼吼。也望透过今仔日即个来帮助咱啦吼，咱毋通像讲今仔日个时间讲的图顶头起先一段。咧讲着阮高雄迄个选举吼，我看着即个写即个譬如，我感觉回到我小时候咧看阮的高雄的选举吼，真正伊写拢真正是安尼吼，站街头就抓，拢无影无食的啦，拢叫做就抓别人死啦吼，即种物拢叫做就抓别人死吼，无有家己愿意摆上吼，这毋是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啦吼。这个真正是对我来讲嘿，足生动、足贴切的一个生活的实际的情形伫迄个所在吼。伫基督徒所领受迄个上帝的救抓应允，对咱来讲是足真实的，所以咱真正是爱愿意将咱家己来献上伫上帝的头前安尼吼。好我着今仔日的经文安尼来分享，毋知有啥物人要来回应无？老师。因为上帝是可靠的吼，咱人是软只的吼，咱虽然是咱是讲咱要可靠，但是咱嘛是，特别是伫咱的信仰方面，互咱知吼，咱的做吼，
我咱的理念，啊，这特别当然不是有咧讲吼，不是这圣经在有咧讲，这个上帝无人比罕无吼，啊，这嘛真实在吼，是上帝旨意名来救助吼，啊，这特别就是伊就是要申诉咱人吼，迄条伊的重点较紧吼，啊，这是我感觉上宝贵所在。啊，再就是麦基洗德这个制度，这个哦真特别吼，这是我感觉体会到讲祭司的制度吼，无共款吼。啊，当然啦，第7章了有说明吼，真清楚吼。麦基洗德伊是讲无数吼，伊另外一个有别于立位之主的这个制度吼，这是我感觉讲特别圣经有，无真侪咱嘛无真了解吼，伊讲亚所属于麦基洗德这个制度吼，啊，当然伊迄个。伊讲着讲是迄个上帝祭司吼，啊当然是甲耶稣嘛是上帝大祭司吼，当然因在是很相像吼，啊当然咱是知影这是当中是有啥物差别，当然这是我历史遗物吼，吼，啊这是上帝的旨，当然。好，谢谢。来。咱伫网络顶悬呢，有人要来回应无？嘉耀哥，嘿是，迄个，我是对着即个使用吼，咱教会中间有几啊项的使用嘛吼，伊遮个使用当中，咱较清楚就是迄个婚姻的使用，吼，因为参加真侪婚礼吼，所以即个使用咱较清楚，啊那其他的使用吼，顶头有写嘛，顶头团契的会长的就任啊，还是长子的就任，还是牧师就任的这些誓约哈，我们做这些信徒的哈，都是当时有人讲这使用是啥，按咱个应讲袂对，安尼哈，其实哈，我们回应了以后，我们也都忘记了讲，阮甲上帝是使用是什么货，内容是什么货，对，啊，我是讲。看牧师你遐有这个内容无？吼，会当互阮更较清楚，吼，清楚讲，阮甲上帝的使用吼是什么货安尼，阮会当家己来检讨，阮家己是毋是照这个使用来行来做安尼，嘿，这部分就是要麻烦牧师会当将这个内容互阮知影安尼，因为真正拢迄拢袂记啦，袂记讲迄阵啊内容是什么货安尼。OK， 谢谢牧师。好，这真好，好 ，OK， 有无？佫有其他无？黄文兄，没有，没有。朱院长老有无？无，咱请文福长老来甲咱分享。咱分享几项吼。我想即章内底有特别讲到上帝的本质甲伊的应允是永远袂改变，所以咱找到一位会当甲伊立约的对象吼，是真重要吼。咱知，咱若咧甲人拍契约的时阵吼，对方是可靠的时阵吼，就表示咱这个契约毁约的几率是很低吼。啊，今仔日咱所讲的这个上帝是唯一独一上界大的，就是所以用伊来做咱立约也是讲救出来的对象是上界可靠的啦，所以亲像迄个矛吼，迄个船啊要甲伊定的吼，迄个矛吼是讲足稳当吼，啊稳妥的吼，啊过来就是讲，咱会当透过耶稣基督啦吼，透过希伯来书中提讲，耶稣基督就是诚做咱的中保吼，啊然后伊互咱
下伫看到迄个耶稣的迄个钉十字架的时阵吼，迄圣殿的满吼，就对中甲移到两半吼，两半就讲，咱本来是圣殿迄个满，就是咧甲迄个叫做祭圣所架起来，是祭司一年一摆，才会当入去甲内底去做迄个献祭。祭司甲师还无清气的时阵吼，有可能伫中间叫上帝甲拍死。所以伊骹拢爱绑一个铃铛吼，若无铃铛就外口的人爱甲揪出来安尼吼。所以讲，因耶稣基督会为着咱来死流出宝血了的时阵，等于讲咱会当直接进入迄个祭圣所的共款安尼吼，咱直接上帝来祈祷。耶稣基督就是针对咱迄个大球的大祭司，亲像迄个麦基洗德安尼吼，迄个顶号就是安尼的时阵。所以即条咱即几十个就讲即个立约的对象，过来就上帝迄个永远无改变，甲耶稣基督是真做咱的中保吼，真做即几十中间，互咱会当来思考的即个题目吼，即个多多牧师嘛讲着吼，咱圣经虽然是66，咱的新教吼，咱基督教圣经是327，有40几位的作者，结果就想着就全部拢是共款的一个中心点，这就是上帝伟大的这个启示吼，即中间所以其实中间佫互咱看到的迄个永远无改变的上帝，是搭伫咱瓦靠的，伊是当稳当，会当互咱照着耶稣基督的这个会照着咱的中保，照着咱的大祭司，会当互咱完全来瓦靠，无比这更较大安尼吼，我想是安尼甲咱分享，谢谢。好，多谢。来，讲到经文内底即个字啦吼，咱咧讲迄个抛锚的锚，台语要怎读来讲一下吼，迄叫做定啦吼。你若用船咧抛锚，叫做拍定；若用伫车抛锚，叫做歹去吼。这大概互咱小可知一下吼。即个拄好有即个字，咱小可学习一下。好，咱做伙来代祷啦吼，来祈祷吼。有另外一位就是苏英顺兄，就是汤圆姐的囝吼，伊过来拜六要接受即个腰的骨刺的开刀吼，咱也替因祈祷啦吼。就是最近几个月因的店拢无开安尼吼，就是因咧艰苦吼。咱搁伫即个伫咱的PowerPoint顶悬遮吼，肖一杰有较好嘛继续伫咧看中医咧针即个针灸的即中间啦吼，搁其他的即个咱代替因祈祷久久的兄弟，咱继续来为着因祈祷啦吼。为着咱的教会小组化吼，咱教会即摆分的小组。咱基本上，咱的功能是伫联络关怀顶悬，但是要安怎真正去互小组化的发展，咱需要做一个应该是讲较彻底的一个改变的做法啦吼。才有法度互教会真正来小组化。这咱一步一步需要来做安尼啦吼。为着全球的即个和平来祈祷吼。咱即马特别要开始来恢复即个实体的聚会，嘛需要本求圣神来带领，互咱的兄弟搁较有信心有即个热心吼倒转来参加即个各种的聚会甲礼拜吼。咱也特别为着过来即个19号、20号三星教会牧师同工。要来到伫咱遮来带领咱即个MAPBAC的即个活动，咱来献上感谢甲祈祷，也求上帝继续带领即个民权街126、128老街即个吼，咱的愿望会当顺利来进行吼。即个过来拜五即个可能爱暂停啦吼，因为迄个三星教会要来吼。咱过来即个礼拜日呢，有各级的学生要升级，搁少年大学毕业典礼，等这咱会改做联合的礼拜吼，咱也为着这来祈祷啦吼。
咱为着儿童周末营是咱的主日学啦，咱的赞美操拢有咧进行。少年大学伫8月底毕业典礼了，9月初7就要开学吼。咱也为着报名甲即个因开始的时间来献上祈祷吼。咱做伙来开声来祈祷。咱最后请朱文长老带领咱来做结束的祈祷安尼吼。对你的领袖，阮叫做伊来帮咱们，感恩你，动力内面，阮在时间感谢是困难的，也阮会当得到处理的启示的帮助，要去这所在中间，阮知影这艰难，阮不但有信心，但是需要处理充足的文件，地方上的地带来开启阮，要阮伫这个所在来处理网站，但是对伫无看对伫经济，特别是阮心会当时。所以，恳求你来继续来锻炼。就是提倡本身这来一个这个跟这个地带，无论是受伤的，无论是伫身体健康的，有些心灵软弱的做这样子帮助，就这么帮助，要引起因的生命中间能处理方便，跟这个地带各影响，这个生命。咱所有的祈祷，感谢，谢谢主上帝，阮感谢你，让在这拜三暗时，我会当来这来查考上帝你的话语，透过牧者，互阮会开听，互阮知甲上帝所立约的关系，求主你时常来提醒阮，我会当尽阮的每一个人的心甲开力来侍奉。来遵守阮甲上帝你之间的约，求主你帮助阮。我嘛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时常来提醒阮，时常来警醒阮。主耶稣，阮感谢你的救恩。即时阮同心合意，要为着来教会的事工来向你代求，求主你使阮怜悯。特别在这疫情的中间，虽然疫情有较缓和，会当来恢复真正侪的聚会，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会友会当真正愿意过来教会来敬拜你，无论是大人，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囡仔，每一个人拢真正会当来到教会，来到圣殿来朝见你、服侍你、敬拜你。阮特别将阮教会这青少年每一个人拢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帮助，来保守因在学业、工课无闲的中间，会当放落一切，在礼拜日来圣殿来敬拜侍奉你。主耶稣，求你使阮怜悯，特别阮也将阮教会的小组，阮每一组每一个成员会当彼此来带导，彼此来关心，无论是用电话，或者是用任何的方式来彼此来结连，会当互阮成做一个真正和谐，佮上真正水的教会。主，阮感谢你，我着阮的一只时间，佮仰望在你的手中。在一个拜五甲拜六三星教会，了来甲阮的教会整个的活动。求主你帮助阮，会当来真正好款待遐人客来到阮的中间，会当互因食甲大，拢会当顺遂。所带来的活动，会当激励阮的，激励阮三个教会，会当互相来学习。主，阮感谢你，
我会将教会或者事工，无论是建堂的事工，或者是社区来上联大学、周月营，还是赞美操，每一个事工拢仰望在你的脚前，求主你亲自来帮助阮，互所有参与的同工，拢会当投入在中间。主恳求你也帮助阮，会当有一个真正用心，会当时常来参考你的话，透过读经，透过祈祷来祈求上帝你的旨意，互每一天所行所做，无论是伫教会服侍，还是职场的顶面，伫家庭的顶面，阮会当来做好的见证。主，阮感谢你，透过今日的聚会，互阮搁深知。阮仔的聚会是要来互阮彼此来结连，即时阮要用主上帝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阮的主你的爸，你的名，你的王领导，也是的家，你家地地地亲像天里，我的是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指着阮来赦免辜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试，要救阮看伫迄个海，越过关联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好，谢谢。平安安。安。